I love three things in the world: sun, moon, and you. Sun for morning, moon for night, and you forever。翻譯過嚟就係我喜歡這個世上嘅三樣東西：太陽、月亮和你。太陽代表早晨，月亮代表晚上，你代表永遠。呢首詩係我讀高中時候英文老師喺黑板上寫落嚟嘅詩，直到今日我都仲係覺得這是最美嘅一句英文。直到語文老師將佢翻譯成古文：浮世三千，吾愛有三，日、月與卿。日為朝，月為暮，卿為朝朝暮暮。呢個 moment 我徹底淪陷啦，亦終於明白點解我哋呢啲麻甩佬咁閪中意最終吟詩作對。原以為我哋嘅中國古文化已經夠博大精深，呢首詩已經係美學嘅天花板啦。直到我喺澳門第一次見到 Yoyo， 係 Yoyo 姐帶住佢嘅囡囡排排企喺我面前嘅時候，我先至明白，就算將全世界最優美嘅語言都用上，亦比唔過多國籍、高顏值、波大、身材好、皮膚白、後生、有氣質、有笑容、有服務，仲有免費專車接送、免費升級房型、贈送大堂按摩、買一送一送培訓員，仲有折打呢啲最樸實無華嘅優惠。大家好，我係關生。Yoyo 姐又喺我啲樹打廣告。係歡迎嚟到我嘅暗黑頻道。喺我介紹今日嘅主題之前，我先問大家幾個問題。大家覺得關生有趣嗎？文章開頭嗰首 Sun, Moon and You 嘅英文詩，以及浮世三千，吾愛有三嘅嗰首古文詩有趣嗎？最後關生嘅廣告植入有趣嗎？如果你都覺得有啲意思，咁恭喜你，你同關生一樣，都擁有一個有趣嘅靈魂。但係你有慧根係一回事，你喺現實生活中佢係一個掃地僧，又係另外一回事。我想表達嘅係喺現實中，大部分人都係一個冇情趣、唔識講嘢、唔識接話、唔識講故事嘅牛豆佬。一句話總結，你嘅靈魂好有趣，俾人嘅感覺直類趣。所以今日嘅主題就係如何召喚你內心深處嗰個有趣嘅靈魂，讓你成為一個人見人愛嘅人。首先，幽默嘅人一定好有趣，但有趣嘅人唔一定懂幽默。就好似華文華武同如花，你可以話佢哋生得好有趣，可以話佢哋行路好有趣，甚至挖鼻屎好有趣都得。但你嘅理智會話俾你知，低能唔等於幽默，因為一個人嘅長相、行路嘅姿勢以及挖鼻屎嘅深度係與生俱來嘅，係天生嘅，獨一無二嘅。一般人好難模仿，亦模仿唔嚟。但幽默感佢係每個人都可以培養出嚟嘅，而且唔使扮醜，仲超級簡單。即係點啊？多睇啲搞笑電影、搞笑綜藝片，睇多啲香港嘅棟篤笑，睇大陸嘅相聲、二人轉等，一切會讓你會心一笑嘅影視作品。睇多咗就自然會噏多咗就自然會舉一反三，然後創造屬於自己嘅風格。冇錯，關生嘅幽默感全靠早年通過大量觀看翻版影視作品，一點一滴地撻過嚟嘅。時至今日，我仲保持住呢份初心。開心呢味嘢就好似女人一樣，有邊位唔中意偷窺？有邊位唔中意令自己開心嘅？所以星爺嘅每一部電影嘅每一句台詞，我調轉嚟都背得出。台灣綜藝大哥吳宗憲哥，早年嘅我猜，小 S 蔡康永嘅康熙來了，10幾年嚟成百上千集嘅內容，我連執都撈埋，一集都冇放過。所以我係一個台灣通。仲有趙本山、郭德綱、周立波、黃子華、王晶等海內外最優秀嘅相聲、電影、電視劇、棟篤笑等影視作品，只要有翻多少影響力嘅，可以喺網上免費睇得到嘅，我都基本上睇過晒。其中有啲比較有內涵嘅、有深度嘅名言名語，或者有啲比較創新、有批判性嘅，以前未聽過嘅 point， 我都會主動按下暫停鍵，逐字逐句地抄落嚟。無聊嘅時候攞出嚟溫故而知新，梗係不亦樂乎啦。呢個習慣我從高中開始，唔經唔覺都堅持咗25年啦。冇錯，幽默感嘅養成就係咁撚簡單。但隨着近幾年短視頻嘅爆發，漸漸地我發現，當今網上流行嘅所謂幽默，同我所認知嘅幽默有啲幽默唔起嚟。例如呢條視頻，小楊哥爆笑場面，今天回來了，看你挺高興啊，終於回來我手上，我還在這裡空着留着，我唔知道大家睇完之後有咩感覺，反正我睇完之後就好唔舒服，腦裏邊只係浮現出兩個字：廉價低俗，比華文華武更低能，連如花都比佢有內涵。更不可思議嘅係，呢條友喺大陸嘅抖音嘅 fans 超過1億，仲能夠帶貨帶出幾百億。我唔知道係我同時代嘅脫節，定係呢個世界本身就係有病嘅。反正我就係睇唔明真正嘅搞笑。我個人覺得應該係要同藝術深度綁定，除咗能夠令人會心一笑，仲要具備有內涵，令觀眾產生共鳴甚至反思。真正嘅搞笑應該要經得起時間嘅考驗。而唔係笑完之後過咗2分鐘就乜閪都唔記得晒，即係點啊？嘥時間、嘥心機、嘥表情咯。無奈嘅卻係當今網絡上到處都係充斥住呢種嘩眾取寵、以醜為美、毫無營養嘅短視頻，並以病毒嘅方式嚟傳播，最終影響嘅都係我哋嘅下一代。你睇依家啲靚仔個個都爭相模仿，你話佢 cheap 低俗，啲靚仔駁翻你，叫你咪理，人哋揾到錢。無味地問一下大家，中意睇埋晒呢啲短視頻嘅網友，你哋日日睇呢種垃圾，唔覺得精神俾人荼毒緊、智商俾人侮辱緊嘅咩？我最想表達嘅係
小刷短視頻，多睇關沙屋。好似呢種病毒式、快餐式嘅奶頭樂文化，睇多咗只會玷污你嘅靈魂。而最有趣嘅靈魂都出自最偉大嘅作品，讓我哋一齊向90年代、2000年代初嘅經典作品致敬。第二，有趣嘅人一定係情商高嘅人，而情商高嘅前提一定係要利己嘅。如果你個人好有趣、好幽默、情商好高，去到邊都能夠為人帶來歡樂，而你自己卻連一啲着數都冇撈到，呢啲唔係情商，係智障。我想表達嘅係，有趣嘅靈魂係用嚟為自己謀福利，而唔係到處揮霍、濫用、show off 嘅。例如你嘅部門經理明明生得好似王寶強，穿着卻好浮誇，髮型非主流，仲成日覺得自己好靚仔，去到邊都同人 show off。冇錯，佢當年嘅造型呢，就係成個洪永氏咁啦。所有同事喺背後都叫佢傻根，但你卻冇同其他人一般見識，因為天下無賊裏邊嘅傻根係好人嚟噶嘛。你叫佢傻根，擺明就係抬舉傲。於是你忍住咗作嘔，避開同事嘅白眼，頂住各方面嘅壓力，喺公開場合大聲地叫佢華仔。華仔，今日件衫好省鏡喎，喺邊度買噶？好貴嘅咧。等我揾到錢都要學你一樣咁樣搭配先得。華仔啱啱 set 完個髮啊，好 sharp 喎，用 Rejoice 嘅咧，靚仔成咁。嗱，今晚食飯咧，我就唔坐你隔籬啦。每次坐你隔籬，啲女都唔睇我眼，搞到我每次都好失落啊。華仔，我啱啱睇到你嗰部新買嘅 BMW 325L 豪華運動版嘅前冚有獨雀屎，足足有半隻手指甲咁大，要用放大鏡哦，隔老撚咁遠就聞到啦。同你今日嘅 Chanel 香水好唔襯噶嘛。不過你平時咁樣低調，呢啲小事你梗係唔 care 啦。但係聽講話新鮮嘅雀屎會腐蝕啲車漆嘅，趁住篤雀屎仲有多少餘溫，不如俾個機會我，幫你揸出去洗車鋪洗乾淨佢咧。冇錯，當年我喺廣西嘅新公司就係靠呢一招一步一步地走進權力嘅核心嘅，而唔似其他恃住資歷比我老、能力比我高嘅老屎忽咁，背地裏咧就話我嘅華仔唔係人，嗰頭可以同清潔阿嬸傾到欲火焚身嘅，屌佢老味，佢哋仲同我玩陰嘅，見我得寵啦，就偷偷地向我嘅華仔送酒、送煙、送茶，仲想用錢買起我嗰個崗位，佢唔情願喺公開場合喺華仔嘅面前多講兩句好聽嘅說話。其實佢哋呢啲嘅所作所為，阿華仔轉個頭嚟就一字不漏地全部爆撚晒俾我聽啦，仲拋住佢哋送嘅茶，拍鳩我嘅膊頭，安慰我話：嗱，關仔，你唔使擔心噶，繼續俾心機係啦。臨走時我仲撻咗幾包佢哋送嘅煙呢，這就是曾經發生喺我身上最真實嘅職場甄嬛傳。大家學到嘢未啊？我已經冇翻工10幾年啦，我唔知道依家嘅職場究竟係流行點樣嘅風氣。反正我嗰個年代，我哋嗰一行都係咁樣玩嘅，特別係我哋嗰個部門做銷售嘅全部都係人精，大部分人嘅 EQ 都係高到離晒譜嘅，幽默感直頭泛濫添啦。但據我觀察，有好多人嘅幽默感都用撚錯晒方向同對象。你讚鳩個清潔阿嬸新買嘅女僕裝好 sexy，氹到阿嬸 kit kit 咁笑。你讚鳩公司食 Q 新買嘅涼鞋好有發哥 feel， 個食 Q 讚翻你啊，識貨喎靚仔。換來嘅就係佢哋每次見到你都會主動跑過嚟同你鳩噏吹水，向你抱怨人工好低，工作好辛苦，傳播負能量。而最值得亦係最應該讓你發揮你嘅幽默感嘅嗰一位，例如你嘅直屬上司，屌你老味，你就喺佢面前玩骨氣扮清高。就算你嘅上司睇上去好似德不配位，但人哋之所以能夠成為你嘅上司，肯定係上邊有人哦，肯定係有人哋嘅過人之處啦。你喺呢種上司面前最應該要做嘅唔係扮努力扮清高，而係研究一下點樣講嘢，點樣接住上司拋俾你嘅話題，一揸到機會就冇放過，該吹就吹，該捧就捧，哪怕係違心嘅。屌你老味，你平時啲衰嘢做得少咩？馬手下次出去食飯落級接到大客戶嗰陣時，你嘅華仔叫埋你，話唔定你又忍唔住喺啲大客戶面前讚鳩華仔，佢人又靚仔，着衫又有 taste， 能夠做佢下屬真係榮幸。阿華仔聽完之後龍顏大悅，然後一拍大髀，嗱，關仔呢個 project 咧我就交俾你啦，你俾心機，唔好令我失望啊！除咗幽默、高情商、有趣嘅靈魂，應該建立喺豐富嘅知識儲備之上。呢一點咧就冇咩好講嘅。人與人之間嘅交流，本質上就係靈魂之間嘅碰撞。如果都冇擦出咩火花，咁就證明至少有一個靈魂冇料到。呢個人嘅腦袋係冇墨水嘅，內心係空洞嘅，見識係淺薄嘅，目光係呆滯嘅。例如你嘅上司有意無意地喺你面前呻，近排條腰好撚酸啊！你懶認真咁回答，嗱，咁你又要矯正一下你嘅坐姿。平時坐耐咗啦，就起身伸兩下，最好啊得閒做下運動啦，度日結合先啱噶嘛。你自以為你講嘢好得體，實際上你係犯咗職場中嘅大忌，你係喺度教你老細點樣做人，你就係以下犯上，你咩居心啊？換咗係古代，老細換成皇帝，你10個人頭都唔夠斬啊！屌你老味，你老細又唔係傻嘅，係人都知道坐得衰坐得耐，條腰梗係唔舒服噶啦，使你教咩？你根本就唔知道你老細嘅言外之意。
第二個場景亦係同一個公司，有一位你心儀好耐嘅女同事同你講：最近我喺度學吉他，你好似睇到咗機會，終於揾到咗共同話題。我以前讀大學嘅時候都學過，但學吉他實在太難啦，又要學睇譜，又要練指法，我學咗冇幾耐就放棄咗啦。依家咧都唔記得晒咯。你要俾心機堅持落去啊！你以為呢啲叫共鳴，實際上你係喺度搶戲，搶嘅仲係天生就係戲精嘅女人嘅對白。最好嘅結果就係對方一聲，然後轉身就走。最壞嘅結果就係你哋永遠沒有好結果。類似嘅情景喺我以前喺公司翻工嘅時候經常遇到，唔係鳩噏啊，我出書都得啊。如果老細喺我面前畫條腰好酸，我都盡量控制喺0.01秒之內俾出反應。不如收工之後我哋去天鵝湖揼骨啦。嗰度新嚟嘅18號啱滿18歲，咩規矩都唔識，好傻好天真，擁有34D 嘅33號，失戀啱滿33天，好有渣拿。呢兩位嘅手法都幾 pro 嘅，我上個星期都揸過下嘅。公司仲規定多買2個鐘，佢哋就可以陪你出鐘食宵夜。如果老細揀嘅係18號，咁你唔係白嫖咗一個34D 出嚟玩。廣東規矩有大食大啊嘛。一句話總結，同啲身份地位職位都比你高嘅麻甩佬溝通，最有效嘅方法就係投其所好。如果一個有翻多少知識嘅女同事同我講：最近我喺度學吉他，我理鳩佢係彈吉他定係吹喇叭，我都會條件反射地撩鳩佢。怪唔得成日都覺得你好似一位女明星啦。你唔講你吹喇叭，你唔話你學吉他，我真係諗唔起邊位明星。你一講吉他，我即刻諗到你同嗰出電影《縫紉機樂隊》入邊嘅女主角古力娜扎，直頭就係一個模板印出嚟嘅。當然啦，梗係你更加有氣質啦。唔信嘅話，不如收工之後我請你食飯，你去我屋企睇縫紉機樂隊啊。冇錯，好多時候人哋將個問題拋俾你，其實佢哋嘅心中早已經有咗標準答案，佢哋只係有啲唔確定，或者只係想揾個人嚟幫佢哋證明一下佢哋嘅諗法係啱嘅。特別係好似啱先關於彈吉他類似嘅女人丟俾男人嘅問題，佢唔知自己又蠢又懶又冇天分又3分鐘熱度嘅咩？但女人呢，就係咁中意做啲咁嘅戇鳩嘢，中意活喺自己嘅夢裏。佢個夢都未發完，你就叫醒佢，擺明就係中晒佢嘅圈套啦。佢就可以名正言順地將自己嘅愚蠢無能3分鐘熱度賴鳩晒喺你嘅身上，仲鬧鳩你唔識講嘢，話最衰都係你打擊晒佢嘅自信心，害佢學唔曉吉他，千錯萬錯都係你嘅錯。有發生過呢啲類似唔開心事件嘅網友，不妨留個言俾大家開心下。大家以後一定要慎防呢種陷阱啊！言歸正傳，咁普通人應該點樣高效地、廉價地、足不出戶地增加自己嘅知識儲備呢？如果你啱啱畢業，啱踏入社會，腦袋裏只有幼稚無聊嘅校園生活同一文不值嘅所謂專業知識，對社會嘅殘酷、人性嘅險惡知之甚少，甚至認知為負。大學幾年淨係識打機，有用嘅書又冇睇幾本，阿爸阿媽又唔係咩文化人，更加冇靠山冇 uncle 指點，淨係得翻一顆想進步嘅心，咁就夠啦。關生建議你可以先從睇小說、睇電影開始，嚟增加你嘅理論知識儲備，即係增加你嘅見識啊。點解我唔建議大家直接睇《人性的弱點》、烏合之眾等直接將答案話俾你聽嘅工具書呢？冇咩點解？呢啲書係直接用英文翻譯過嚟嘅，又長又臭又難明，最適合就係瞓覺前睇。我聽書聽咗20幾年，從未完整地聽過一個章節就瞓撚着咗啦。而真正最有用嘅書，例如《易經》、《道德經》、《金剛經》，亦唔係寫俾零基礎嘅人睇嘅，係俾關生係俾已經開咗悟嘅人修仙用噶嘛。而市面上最優秀嘅小說、最優秀嘅電影，哪怕係科幻片、恐怖片，核心內容、中心思想講嘅又唔係人性，仲通俗易懂、容易吸收，而且唔使錢嘅。只要你唔係太文盲，想進步、想學嘢、想改變自己，都應該會睇得入腦啊。如果你已經30-40歲，受盡社會嘅毒打，交過唔少學費，甚至被社會折磨得體無完膚、負債累累，都仲未開竅嘅，咁唔使講啦。你從未喺以前嘅失敗中吸取過教訓，你嘅認知存在嚴重缺陷。如果你仲想改變，想下半世過得咪咁辛苦，或者想教育好下一代，你更加要多睇啲有用嘅書。睇唔落書嘅咪睇電影咯，嚟提高自己嘅認知，增加自己嘅知識儲備，再結合自己自身嘅經歷，唔好介懷啊，失敗嘅經歷亦係經歷，嚟進行反思復盤。上集都有講啦，你經歷嘅過程就係答案。唔好意思啊，講得越嚟越抽象添，呢啲唔係關生嘅風格，仲係以關生我自己為例，全套金庸小說、中國4大名著以及《金瓶梅》等中國古代基礎理論書籍，我讀高中嘅時候已經睇晒啦。上咗大學有咗電腦之後，豆瓣 Top 100嘅電影我基本上都睇過。我睇電影嘅偏好不拘一格，但一定要有大電視同埋音響夠靚。除咗大片、爽片、商業片、科幻片，我連紀錄片、戰爭片、文藝片、愛情片、卡通片都有殺錯冇放過。最近20年，我每年都睇超過50部電影。我睇電影嘅標準係大卡士、大明星、大 IP、大製作、票房高、討論度高，當然唔少得經典大片同冷門小眾被低估嘅靚片啦。除咗電影，我仲睇美劇、英劇、日劇、韓劇、Netflix、HBO、Apple TV 等連續劇。只要有本事令我一集睇上癮嘅，我都可以即刻放低手頭上嘅所有工作，唔掂女人，連生意都可以唔做，錢都唔賺，連追佢老母嘅3日3夜。類似嘅瘋狂行為亦經常發生喺我身上。上排啱啱追完《異形地球》，最近喺度等《同樂者》出埋第1季後邊嗰幾集。冇錯，關生嘅自控能力就係咁撚低哦，係關生對知識嘅熱愛，對
美好事物嘅追求就係咁撚如飢似渴。當你睇過成龍嘅《我是誰》，拖住條妹豬行沙灘嗰陣時，你就會諗起天然嘅椰子汁，除咗能夠消暑解渴，仲可以用嚟靜脈注射，係極端環境下血漿嘅代替品。即係點啊？條女覺得你好有智慧咯，仲唔夠啊？想點啊？如果你睇過藍色星球、藍色海洋等 BBC 出產嘅一系列關於海洋嘅紀錄片，你就知道馬爾代夫嘅沙其實唔係沙，係英哥魚食珊瑚蟲嘅時候，連啲珊瑚一齊食埋落肚，然後經過一系列嘅消化代謝，最後將無法消化嘅碳酸鈣磨碎排出體外，日積月累形成嘅。意思就係馬爾代夫嘅沙其實唔係沙，係屎。即係點啊？你女朋友扭鳩你去馬爾代夫，你明明唔捨得，又唔敢直接拒絕，你可以同你女朋友講嗱，去邊度冇所謂，我就係唔中意踩屎。當你睇過《人民的名義》，睇過紙牌屋，你就明白天下嘅烏鴉一樣。呢個道理從搞政治嘅人嘴裏講出嚟嘅嘢，連標點符號都唔可以相信，即係點啊？你喺啲官面前，你有道理係冇用嘅，鬥唔過就埋堆，埋唔到堆就遠離，繼續硬碰硬嘅話，你就死鳩硬。當你睇過《絕命毒師》同《風騷律師》，咁你就明白咩係天道。凡是人品太壞、太貪、太冇人性，或者太聰明、太完美嘅人，最後都唔會有咩好結果嘅。出嚟行靠嘅係一陰一陽只為道，只知東來。出嚟行做多少衰嘢呢就冇問題，但係要適可而止，見好啊要收啦，錢咧就夠使就好啦，唔好太貪啊。仲有，如果真係有一份真摯嘅感情擺喺面前，就唔好輕易放棄。到你想珍惜嗰陣時，好話唔好聽，條女已經死鳩咗啦。當你睇懂咗新基督山伯爵，睇過10次8次肖申克的救贖，你就唔會喺你遇到困難嘅時候輕易放棄你遭遇嘅嗰啲所謂困難。難得過人哋俾人老屈困喺監獄，生不如死。其實真正嘅監獄係你嘅內心，你成日都活喺過去，唔識轉彎，同困喺真正嘅監獄冇咩區別嘅咋。你要走出呢個監獄，奔向自由，實現自我救贖，靠嘅就係開悟。最後，當你睇嘅書、睇嘅電影足夠多嘅時候，你就係讀書破萬卷，下筆如有神，有版你睇㗎啦。最終召喚出你嗰有趣嘅靈魂。有趣嘅靈魂除咗可以碰撞出火花、靈感，仲可以發電，轉化為生產力。除此之外，由於我睇嘅英文電影足夠多，我嘅英文聽力、口語亦喺個不知不覺中無師自通。識英文對於我哋呢啲嚟自鄉下嘅大陸仔嚟講，係通往文明世界嘅一張門票，使我走出黑暗，走向光明。最後同大家分享幾個關生讀書睇電影嘅小經驗，其實都唔算咩經驗，好簡單嘅啫，就係隨便喺抖音啊、YouTube 啊，有咩好書推介、好電影推介，關注幾個相關嘅頭部大 V， 佢哋介紹親嘅嘢緊冇死嘅，再根據簡介、相關嘅題材，睇下同自己嘅專業領域、興趣對唔對口，覺得都冇咩問題咯，咪去馬咯，唔使錢，免費嘅就最好，一定要俾錢嘅咪俾咯。睇完原版之後再翻嚟睇解說，睇下自己嘅感受，同專業嘅書評人、電影評論人有咩唔一樣，取長補短。我最想表達嘅係，你睇咩書咩電影唔緊要，但千祈唔好齋睇解說，唔好問點解。人哋花幾個億拍出嚟嘅電影，花幾年甚至一生寫出嚟嘅書，你唔俾錢就算啦，屌你老味就喐兩下手指，10分8分鐘你就睇撚晒啦。仲周家賢呢？你睇過啲咩？唔係唔俾面咁簡單啊，分明就係對文化嘅褻瀆，對文明嘅摧殘。你最起碼都花多少時間慢慢睇晒佢啊，咁樣先至係對藝術嘅尊重噶嘛。你成日都睇埋晒嗰啲濃縮小說、速食電影，就好似食即食麵食上癮一樣，你必定口舌生瘡、面黃便秘，即係點啊？抵你食足一世即食麵咯。中意睇速食電影亦係一樣，睇多咗啦，你就唔會去思考，你嘅大腦就會生鏽退化。咪話召喚你個有趣嘅靈魂啊，就連召個妓啊，你都好有可能招惹到咩唔乾淨嘅嘢噶。最後我再嚟個總結，如果你係一個有趣嘅人，你就係一個好有幽默感嘅人，亦一定係一個情商好高、EQ 好高嘅人。你識講嘢，識接話，仲識揣度人性。如果你已經具備呢種能力，咁你就發啦，你完全可以喺任何行業大展宏圖，因為你有料咯。有趣係一種能力，亦係一門藝術。有趣嘅人係博學嘅，亦係陽光嘅，係健康嘅、快樂嘅。而最有趣嘅人，你咪話招魂啦，就連召妓啊都召到出書教人啊，有版你睇啦，大家加油！